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考验，台南市为着要打造低碳永续发展的方向，设立低碳校园的标准认证制度。27号的上午，伫咧沙仑立林科技的中心举办示范校园的标准认证颁奖典礼。台南市长会体亲自到现场颁奖通过认证的学校，奖励学校继续为着低碳校园来努力，共同往净零排放的目标来向前行。对我们全台南市有4个学校获得这个5个标章这个节能减碳校园5个标章的一个颁奖。那其实台南市在推动绿能方面是不遗余力。那但是特别是在学校的方面，我们台南市的学校的像最近开始实施班班有冷气这冷气的电源从哪里来？台南市93%的学校的屋顶都已经有装置光电板了，然后现在又推动大概有90个学校有90座光电风雨球场，让孩子可以在这个没有顾虑的不会很热，然后又可以不担心下雨，晚上又可以打球的这个球场里面来这个运动。那另外呢，我们有48座的光电车棚。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节能减碳，每年可以节省8.1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那还有多余的电力可以这个回收给学校，回收给台电我多余的电力可以回收给台电。那这个是这样子，对学校的节能减碳很有帮助，也推动绿色能源也很有帮助。那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说，在学校里面，孩子可以有一些学校给孩子一些教育。对于绿色能源，对于这个减少用电，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我觉得其实这样对于孩子将来成长出社会之后，一定会很有帮助。因为全台湾现在人均的耗电量，在全世界来讲是名列前茅的，每个人每年的使用的电量是在全世界来讲是排很前面的，因为我们的电价是全世界来讲是最便宜的前几名。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大家对于节约用电、减少能源消费、减少碳足迹这方面，从学校老师的言教、身教，一直到孩子的受教，我们都很希望说，能够带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保育地球、爱护环境的概念。透过学校做伙分享低碳校园经营的理念，也有 SDGs 的永续发展目标。希望老师甲学生会当更清楚了解国际的方向，佮有永续发展的重要性。嘛，互台南市的市民朋友会当了解节能减碳的重要，培养大家历史意识，共同往2050年净零排放来努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